有200多年历史的县城古迹中华南窑宫第1期的修复工程已经完成啊！庙方今仔日举办入会安坐大典，除了到市区了境祈福，阁邀请中山宫的知府千岁来大地里开庙门，现场是热烈滚滚。 信众大声欢呼，恭请中华南庙宫开启3马一标。县城古迹中华南庙宫因为年久过深，在2023年6月进行修复工程。目前第1期工程已经完成，伫拜六举办入会安坐大典，侪侪乡亲信徒随驾护送妈祖众神回宫，场面热烈滚滚。有足欢喜无？有，等足久的，真期待，真期待。妈祖经本来就是咱的母亲嘛。 甲咱保庇啊，求平安嘛，真欢喜心嘛。有288年历史的中华南庙宫，因为插头的建筑有白遐、中脊、壁倒等等拢有损害，经过2年外的修复，伫顶个月验收通过，特别选伫31这天举办入会安坐大典，早起先伫中华市区了境祈福。庙方阁特别邀请中山宫的知府王爷来开庙门，大地里重现历史画面。以前就是要起庙的时阵，就叫。 咱这个番社张三公王爷来遮定地理，有够无精的迄个地理迄个方位，所以到即马已经将近要300年，咱足兴旺的。咱最信众，咱10马会咱会去绕境绕中华城4个城门，绕境求安。中华市公所表示，南庙宫目前嘛正在进行第2期修复工程的调查，主要是针对过新林、老人河顶大师的彩绘。 泥塑甲剪黏的艺品进行研究，打算2年内完成研究作业。接落来，卖争取经费，针对庙殿牌楼的彩绘进行修复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